如果唔變局咧，就會出局㗎。2025年好艱辛嘅一年，我將我嘅思維交俾市場，交俾年輕嘅管理者。喺我14年前咧嚟呢度籌劃呢間店嘅時候咧，以前咧真係荒山野嶺嘅。啲路都未有嘅，當時咧滿懷信心，都要用自己嘅名啦，開返一間餐廳啦，所以叫錦和尚品。有人問我：你呢度做粵菜，點解錦和尚品中菜咧？即係感覺得粵菜咧係一個菜系，但唔係全部。喺東方嘅大國裏邊，中菜先係全部。錦和尚品，我好自豪話，呢個咧可能係世界上最大嘅廚師帽。呢間酒樓咧係廚師開嘅，一間廚師學校。一個代表作，依家傳承咗第3代啦，嗰啲而家已經。哇，哥哥呢度靚咗好多喎！而家開放式啊嘛，以前咧就細細啲嘅魚池做商務性質，而家咧做大眾化嘅消費咧，我哋係敞開式咯，加大咗2倍啊！所以咧每個行業都好，每個年代要變局，如果唔變局咧就會出局㗎。2025年其實好艱辛嘅一年，經過咗我哋行業不懈嘅奮進，自己嘅增值。能夠喺2025年仲留喺度嘅，更加拼搏嘅呢啲，我好多謝佢哋。我認為呢啲已經係一個偉大嘅企業家、餐飲業嘅強者，能夠用咁大嘅勇氣、咁大嘅投資落去，將佢升級係好難得㗎啦。感謝投資者嘅支持，同埋所有工作人員、管理人員嘅努力。多謝支持錦和尚品嘅客人。2026年呢，我都要將我嘅思維交俾市場。交俾年輕嘅管理者，希望佢哋擁抱時代，擁抱未來，創造另外一番境界。所以呢，要靠年輕人。